2020年，香港47人案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了后，头一批互人指控讲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。顶个月，其中的45人互法院来判刑，有海外的香港人士因为不满即马互中国控制香港，互调海内外有志来成立香港议会，按算透过网络办理选举，选出下调自由香港宣言的人选，来组成新的香港议会。 香港头一件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，香港47人案，顶个月有45个人被判刑，上当判关10年。有点伫海外香港人对统治香港的中共政权感觉失望，号召成立香港议会，按算透过网络，伫明年举办头一届选举，选出符合因自由香港宣言的人选。大家就记得法国有革命啊，美国有独立，他在他们行动之前。 要有个宣言，我们这个宣言将来就是我们的宪法里边的纲领。大家志同道合的人来参加这个选举，就把这个议员选出来。现行香港有立法权力的机关是香港立法会，香港议会执委会希望独立伫立法会之外，家己举办选举，号召海内外的香港人投票，选出新的香港议会。 香港议会执委会2022年伫加拿大成立，拜时到台湾举办记者会，联电创办人周兴成也到场支持。所有的人他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主权，那么要怎么样掌握主权呢？他要先有议会的组织。中共他不可能一直这种专制、集权、侵犯人权、不遵守国际秩序。 这么一个政权能够永远延续下去，那不可能的。香港议会执委会按算伫明年1月开放提名候选人的人选，2月办辩论会，投票日办第3月。发起人希望透过网络平台，组织海内外的香港人，形成民意、产生制衡的力量，来维护香港的自由民主。记者郭文佑凯台北报道。